本港今年第一季經濟加快擴張，政府統計處公布預先估計數字，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比起舊年同期實質上升5.9%，比起舊年第四季經修訂嘅4%增長加快，並錄得近5年嚟最強嘅季度增長。經季節性調整後，按季比較，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明顯上升2.9%。各個主要組成部分入面，第一季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實質上升5%，升幅比起舊年第四季嘅2.5%加快。政府消費開支喺第一季錄得按年2.9%實質升幅，高過舊年第四季嘅1.5%升幅。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升幅擴大，繼舊年第四季實質上升11.7%之後，今年第一季按年進一步升17.7%。至於貨品出口總額，首季按年錄得23.8%嘅實質升幅，升幅比起舊年第四季嘅15.4%進一步加快。同期貨品進口實質上升29.9%，而舊年第四季嘅升幅係18.2%。服務輸出繼舊年第四季實質上升4.7%之後，今年第一季同上年同期比較上升3.5%。服務輸入第一季實質上升3.9%，比起舊年第四季嘅3.7%升幅略為加快。政府發言人話：展望未來，香港經濟增長前景仍然正面，受惠於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嘅強勁需求，訪港旅客人次持續增長，同埋跨境金融活動活躍，相對堅挺嘅營商同消費氣氛，預期將繼續支持本地需求。不過，中東地區持續嘅緊張局勢對經濟前景構成下行風險。就此，政府已經採取針對性措施，確保能源供應穩定並減輕對相關行業嘅影響。政府會保持警覺並繼續密切監察事態發展。香港電台記者邱家威報導。